嘛足好翕的，会画较紧的啦，足水的。小等下，你摕一个花卡创啥啦？哪摆网糖遮济，好像哪包围，这是我的一个愿望呢。哦，你这个罗马卡，什么咧5万爬山啦？小等的啦你。有感觉无？有感觉无？啊，感觉嘿啊，你看后壁这。是一个图书馆啊，迄若是真水啦。啊，毋过就是伫咧即个公园啊内底的一间图书馆。伊是这个台湾头一座的这个历史的建筑的图书馆呢。啊，毋过同款是一个图书馆。啊，你安尼真正是，我爱甲你好好甲你开智慧啦。哈。头前有迄个粉红啊色的迄个志工哦。系啊。咱来甲问看卖，吼。歹势。老师。老师你好吼。你好。歹势啊，因为我朋友吼特别伊拄仔一直甲我讲，遮足厉害啊，足特别的啊，尤其是后壁即个图书馆啦，啊有啥物特别的所在哈？对啊。因为这个公园内底这个图书馆哦，2006年的时阵啊，吼，咱台湾第一个全球级的历史建筑的生态方面足好的。伊是用这种足大自然的方式。拢是用这种茶啊，还是玻璃啊，就无啥物控骨力啊。历史的建筑就是爱无破坏到这个生态，无破坏到这个地球的环境的关系。改建的时阵啊，拢会用就回收。回收。老师，我即摆咧看吼，我看迄虽然讲有虫啊啦，啊，毋过拢无迄虫梨啊呢。这安尼热天的时阵，毋是该烧热啊？对啊。你注意看哦，伊迄玻璃吼，拢有树啊、杂影伫咧，所以内底袂插落。哦，啊，你讲到讲吼，遮安尼树啊，安尼遮济啊，我就想到一件代志。我其实吼，特别若去公园啊的时阵啊，去无偌久吼，我都会随去互网啊顶。啊，毋过你看，阮两个人安尼拄仔行过来，到即马，我拢还无去互网啊顶呢。对啊。系啊。因为吼，健康的生态呢，网虫一定有的啦。啊，但是有鸟会来甲食，啊，个咧。阮遮有一个风水流过，所以就较无网虫。啊对，阁有温泉，对。无怪你看这环境好啦，你阁会听到鸟仔声，啊，阁会听到这花香的叫声吼。即马都拢有声，咕噜咕噜。在遮散步真正吼，足清幽的吼。有啊。特别你看。啊！这敢若是我有当时啊，行迄路的时阵吼，拢会看到有一寡迄食物啊，拢会摆伫迄壁的迄边啊，安尼吼，看起来这安尼敢好，毋是会去破坏到迄厝啊，还是迄建筑。会无老师？你爱选植物的种类啦，这种卖你看，而且伊又有一个空棚伫咧，无挖伫迄壁啊，然后早日搁早烧起。安尼足巧的吼，看起来嘛水水啊，啊嘛会使直接翕相，对吧？王美强啊，对啊，对，真好啊。哎。哦，这树啊拢足大丛的呢。对啊，这拢超过100年哦。拢100年以上哦。对。所以这个图书馆吼，当初咧起的时阵，拢无甲这个树啊拢破坏，拢无对对。对啊，因为迄环保的观念。若是外口。内底其实嘛是足袂歹，对不对？我会带恁去看卖下啊。好啊，咱来去内底看卖一下。好。安怎话？你刚刚在遮看书，啥款？真舒适哦。哎呀，真正袂歹嘞。好紧，就是要困的。就温暖的，你安尼困会去人赶走啊！不要紧啊！哎呀，顶上高酸，酸伫遮。啊，有要困去啊你？哦，老师，哇，阮拄仔两个人安尼坐伫咧遮吼，迄感觉真正足好的呢。而且啊，我坐伫咧遐的时阵吼，拄仔好有迄日头安尼拍落来吼，规个人心情都会足温暖的。一赞一赞啊，嘿，哪像一个大树骹的感觉。而且这透早。啊，甲中昼、甲下晡的时阵，迄坐伫咧遮的迄感觉吼，迄感受拢会无共哦。这个光线来源吼，
真充足，嘿，甚至啊，落雨天啊，倒遮共款，毋免开电火就用看书。啊，毋过吼，阮伫这下骹安尼享受了后，我感觉顶悬应该嘛足水的哦。是啊，我嘛用带恁去你看卖啊。好啊好啊，咱去看迄顶悬迄树啊，生什么款好啊？，老师你传我去，好，好，来这边。这边好。哇，这二楼全部拢是用茶的，用茶起的咧吼。是啊，你有闻到迄芬多精的感觉？有，这香味，嗯，这香味足好啊，哇，规足有气氛的咧，对啊，敢若甲大自然夹做伙啊咧。真的你呢，看着树尾，这就敢若我较早囡仔时的迄种树仔顶的厝对对啦。对，二楼看出去的迄树仔搁较济咧。图书馆的特色就是讲，无论你徛到什么所在，你拢会用看到外口的树啊。每一个方向拢看会到树啊，就对啊。对。哇！喂喂，你看这几片呢？啊，这样你我知影，有足侪人迄厝的迄厝尾顶啊，拢会直接伫迄厝的迄顶悬吼，家己种花啊，还是种菜哦。嘿，哦，你知影种花种菜拢爱有30公分的迄土，但是你知影哦，阮这个绿色的建筑啊吼，主要敢若5公分尔。哦，这薄。嘿，啊5公分的石啊，啊5公分的防漏，吼。啊，你有感觉无？伊斜斜有无？嘿，啊，伊落雨的时阵，迄水就会收对遐去。啊，阮的下坎有340吨的水，用放在地下室安尼。就是安尼感觉粗粗安尼吼。真正足好的呢。安尼你替阮2个人开智慧啊。安怎维维有感受到无？大自然甲咱的建筑的迄个结合。好啦，我真正爱多谢你啊，多谢你带我来看遮尔啊特别的图书馆，规个遮的环境哦嘛足好的。啊，毋过我就咧想啊，这个图书馆是真好啦，敢若是伫咧这树林啊内底。对啊。啊，我哪会去甲这树林哦，再来我厝的？这安尼毋是更较好？哎呦，你有讲到一个重点哦。我拄好知影一个秘密的所在，伊就是吼，伫100年前，就一个大家族，伊就知影安怎吼，甲遮的山水啊，拢总搬转去厝的。真的哦？无我带你来看者。好，紧。大自然安怎藏喺厝的内底？喂喂，你莫走啊！你莫走这慢，我做6个。我掠着啊！喂喂啊，我甲你讲，这个美景，这个造景，拢无你的水啊！好啊啦，你较正经的啦。哎呦，原来哦，你带我来邦桥遮哦，这就是上出名的林家花园嘛。对，这个历史哦，实在足久啊。对啊，我知影，这较早拢是足侪迄文人雅士哦，因拢会伫咧遮嘛。哎呦，安尼你有了解哦。当然。刷来，我来继续带你来洗阮兜，行？恁兜？你洗小你也不洗零啊你？我不管啦，我来甲你掠。哇！你看啦，拢是竹仔呢。竹啊。系啊，你看这竹仔安尼照来遮，这影安尼看起来，哦嘛足水的，敢若一幅图咧。是毋是足有艺术感？就是亲像我甲你讲的啊，将大自然搬喺厝内底。你这吼目睭吼，爱看甲足详细。啊，足水的呢！你看遐有一个竹仔园哦。哎，水姑娘啊！老师你好，水很白水哦。太水啦！老师你好。哦，安尼遮拄好，阮遮麻烦老师替阮解说一下，因为阮2个看足久，实在毋知伊是好看尔，还是伊是真正是虫啊？哦，这是正经是一个虫啊，不过吼，伊这中吼，这个窗帘伊拢会创作竹仔的模样。是安怎？一定要用竹啊，袂使用别种的。因为阮遮花园内面吼，足侪用这个意象，嘛足侪种足侪竹啊，因为竹啊吼足韧性的，
所以讲咱做人做事爱足坚定的，另外。第二个是康心的，所以讲咱做人做事呢，爱较谦虚的。原来是安尼，才会伫迄古早的时阵，我知影讲，敢若足侪迄文人雅士啊，拢爱用竹啊，来当做是一个设计安尼。嘿。但是我嘛足好奇啊，是安怎竹啊一定爱放喺这糖啊食，敢会炸着？还是有啥物？伊袂炸着，因为伊即个糖啊就是有一个照景的功能伫啊，就是讲，咱为即摆才看出去，你有看到竹啊，有看到厝。有看到景色，就是一层一层会无共款。真正足巧的呢。所以讲我看到这个糖啊，毋若讲伊这设计是用竹啊，连我看出去的这个角度，伊嘛是足侪竹啊。算讲伫厝内底嘛是感觉这大自然的气氛，是，因为拢合作伙。哇，这水池。敢若伫迄个100度共款哦，真正足好看，足清幽的呢。你感觉讲水池啊顶悬会有啥物物件？老师我知影，好，人迄较早有一人喺厝内底一定咱有戏台，对，好呀。水池啊边啊，迄生态最好，一定迄有水鸡会呱呱呱呱，还有鱼啊。但是你感觉还有啥？其实咱去水边拢一定要有柳树。会较高雅的艺术，这倒映起来嘛会足水的。有诶，你看迄水池的影拢有迄树啊。所以讲，其实大家确实有影，大家会欣赏足侪无共款的景色，池啊啦，戏台啦，树啊啦，景色。在内底敢若咧爬山共款啊，四界拢是花草。老师，安尼带我们来遮看，这是啥物所在？这叫做来清阁。来清阁就是因过去招待贵客的所在。我嘛感觉拄啊看遮埕，有发现讲，连这后壁这盆栽嘛用甲足好看。对啊，真用心去做，对。而且我哋顶悬敢有看到迄是土啊吗？还是？对，你看土啊下骹，伊徛喺倒位顶悬？什么叶啊？芭蕉叶啊？蕉来，什么要蕉来？土啊足够生的所以讲就是招子，希望多子多孙啊。对，这有含义的。我看到啊，迄虫啊对无？对。迄虫啊看起来敢若是一个植物，毋过咱是安怎要做植物在遮？就是讲你有看伊顶悬关关价价，你看这植物是啥款？这是这个，你讲是云吗？我来讲，咱台语讲做羊耳瓜啦，佛手瓜福代表说都很有福气的意思，对，包括咱台多外口，咱嘛有看到伊的莲花叶，莲花叶代表讲咱做人做事爱足清廉的。而且这后壁嘛有足水的藻茎的，对。但是这藻茎啊后壁若是无这种大自然的这树啊去配，感觉就怪怪啊。其实我甲你讲咱即个遮的造型就是讲把外口的景色有山有水的景色，咱摕来在咱花园内面，所以在花园内面还佫有足侪会使欣赏的，恁就豆豆啊看，慢慢啊欣赏，今日咱规工日行落来。你看，阮为图书馆开始不管是阮甲这个建筑放在大自然当中，还是咱来这个花园，是甲这个大自然放在咱的建筑内底，其实无啥共款。真正的，而且这两项若是结合做伙的时阵，我感觉讲迄意义就会变得足大的，就会互人有足侪迄种会用去想的所在。而且自我安踏是最重要。花园内底的这主人家，较早就知影用竹啊，对无？高新的艺术，搁自然嘛放在内底，不管是啥物时阵，咧提醒家己安怎做啦，对无？我感觉这就是大自然对阮人的意义哦。真正。
你看，拄仔行过来的时阵吼，都看到人足侪迄厝拢有种花盆啊、盆栽啊，拢用到安尼足水的。花花草草呢。哦，你看啦，哇！迄栋，伊头前的迄露台拢直接种树啊呢。迄搁较咸哦，而且树啊足大丛的呢。对啊。哦，是要安怎甲厝的用到遮水吼？若是我咧厝的种迄盆栽拢种啊死去啊，哪有可能饲到遮大丛？我甲你讲啊，这就是我今日找你出来的重点，找你出来好好学习。哎，安尼好，我拄好想要学习足济，我嘛想要阮兜变遮水。啊，是吼。啊，毋过今日淡薄仔热，我穿有够济，水大。热天穿甲安尼，会使去淋凉的无？哦，我特别找你出来，你就足啰嗦的，有倒做代志的你。来家啦。哇！好嘅。嗨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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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对啊。哇，你足够青呢，嗯哦，好甲即间来，哦，即间足特别的呢，咖啡厅嘛。嗯啊，毋过吼，这可能要定位哦，因为规间遮大间吼，敢若2个位尔。就是专工互阮2个人来啉咖啡就对啊。我甲你讲啦，啊，这毋若啉咖啡尔，伊真正嘛是一间食物店。这是食物店。嗯，一杯咖啡。多谢多谢。其实我这边是一间花草店。哦，是花草店咯。哎，哦，啊是安那，你会做这个花草吼？啊，我本来伫园区咧上班，我是工程师。哦，新店遐啦，啊，本来做工程师，我哪会尾后是咧做这个？做到好好。我就介意花草啊，阮某是开一间发廊。哦，莫怪遮水，头店设计师。对啊，就想要甲伊个发廊用花草布置，啊，布置啊，就愈种愈多，发廊就被植物包围了。我的人客头一个甲伊买就是我的人客。安尼你算讲甲恁某抢行李。后来就慢慢就开始我的副业，啊，副业就变成我的正职。哎呀，对啊因为我头拄一日来就感觉遮吼真舒适，啊，就想要一直踮咧遮，无想要出去。迄个美感。即摆人压力上大的，但是这个环境就会当互人较放轻松者。嗯，啊，若是讲一般我伫厝内底啊，我想要布置啊，啊是我介意啥我都用个放嘛，还是袂用个安尼？每一个空间它都有它适合的植物啊，因为讲空间内底光线啊，空气流通啊，有一寡食物会使放喺有光的所在，啊有一寡就会使放喺，譬如讲较无光，嘿对，哦无共款啊。啊你要试看卖无？室内植物布置，哦，好啊。你啊嘿啊，真正爱好啊，甲阮介绍，因为参一寡食物会使放喺室内，啊一寡会使放喺室外，迄拢无共款的。对啊，参像这我就感觉足水的呢。叫做日本小豆树，无需要遐济阳光。百货公司啊，内底拢有看到这种。对，啊，但是足水的湿度咧，湿度有差吗？一般来说室内的植物啊，它的相对湿度大概60%以上。对， 60左右啊，若是60左右，我会一直拍卡球。我会一直拍卡球咧。所以我一般会建议人给卧室内底不要放植物啦。是哦对我若是想要变瘦嘛，放一寡食物，就会使紧迄种较爱淡的迄种。啊，不过本寿的光线通常是不太够的，哦，但是光无够就爱加植物灯。哎呀，我知影，你若是要设计一间厝，还是店面吼，你嘛是爱先了解伊的店面的所在。嗯，譬如讲拍个到日头啊，还是讲迄光线，光线，嘿啊有迄种店面适合放的食物无？一般来说，店家他就是要好照顾啦，因为他们生意也忙嘛。爱好照顾的。对啊，而且看起来就要足水的迄种的。对，哇，这头毛店真正在边仔尔呢。对啊，这就是阮某的发廊。好好好。一开始你爱甲客户对询问他的需求，我等一下再来验收。好。好 ，OK，要么你遮来甲阮考试。哇，安尼，客户，你有啥物款的需求无？你来甲阮讲者好。，来，我甲你讲者，店的日照就是这个所在。我想要吼，想要什么款？才有树仔的感觉，嗯哼哦， ，OK。树仔的感觉。树啊啊，人客坐咧才有种放轻松的感觉。啊，你想要较大的迄种食物，还是讲细盆的？爱有涂骹有树仔的感觉，好照顾。好照。啊，你食物你有感觉你家己较介意倒一种的无？我较介意叶啊、
圆的，哦，叶安圆圆的。啊长的嘛会使，会当吊在面顶爱有杂落的感觉的嘛会使。我知影，我多有看到。他多少？好，啊有。阿哥有。嘿，啊有内底，来看一下内底咱是有哪呛水的所在。哦，呛水的所在。嘿啊，呛水的所在。这差不多。啊，这吼光线吼较暗淡薄啊，因为这是人要天的呛水的所在，袂当伤光。啊，麻烦你帮我设一个，就会当放在遮。好，安尼我差不多来心肝内有几行啊。好。头家你挂圆圆的，较大的吼，啊，这种嘞，伊若是要迄挂在顶管哦。挂在顶管的吼，这会使挂。所以若是放伫伊迄洗头迄个所在，应该是袂歹哦。无咱摕直接摕去放啊。这嘛足侪会使挂在顶管的，伊讲迄洗头的迄所在，会对呢。这共款的。安尼。两种安尼共款的，啊，可能即个放伫中啊是安怎？嗯。我再配看嘛。配看卖啊。好。啊，我是感觉即个啦，因为我拄仔就一直咧看。哦。即个足大张。你要放喺碰椅边啊，迄无？对。好。这摆在遮安尼是毋是就足适合的？而且吼，伊这角度拄好为日头遮来。对啊，这方向安尼拄好安尼看起来吼，都足适合的。啊，你看，咱两个人若是安尼坐落来，哇，有无？这悬安尼拄好，嘛较袂去压着头。啊，毋过感觉迄桌顶哦，敢若减一寡色。对，我是感觉佫会使放一盆啊，这嘛适合啦，会使佫加分哦，佫较加分。无我佫去找一个。好啊。咱来这洗头脏的所在开始来布置啊。咱两个是不是都挂伫在顶管就好啊？这张无共款的，就放伫咧遐嘛。那安尼下骹即个就可能爱调一个，放较另外一边。迄角度可能嘛爱小调一下，因为你爱想讲人遮倒的时阵，爱用看到的迄感觉吼。头我拿人客，哇，多只，安尼。哦，边哦，安尼赞呢。哦，袂歹袂歹。树仔伫边啊，你拄好会使看到。头家，你刚刚啥款？袂歹吧？就水耶。你们选的这2颗都很适合在这个位置。大颗是谁选的？哇，啊，小颗是你。嘛是我。也是你，这2颗选的不错。这颗叫做树葡萄，然后它的树形姿态都很适合这个空间，然后它也相对耐阴。室内的话，我们大概抓7缸到10缸浇1次水就好了，浇透。就方便的呢，一礼拜压一遍就好啊。所以这颗选的不错。我坐看卖好不？好啊，你会使翕相啊，我帮你翕一个，看迄感觉安怎。安尼有哦，真水，有素食的感觉。啊，另外遮嘛一个安尼水盆啊，安尼放。这个叫秋海棠。哦。秋海棠嘛，就定看的。所以很适合室内。来，加。对。好，看卖啊。头家娘特别交代，想要迄种花草安尼堆落的感觉。头家娘，你讲安怎？袂歹，但是这个可能爱刷，因为这会影响到我脚，而且这个芳吼，是阮平常时咧呛水的时看无靠，我是啥物代志。所以袂当炸掉的。啊，这2盆新曼选的非常不错，这样垂钓下来很好看，就好看。安尼天咧应该是袂歹。对啊。触角蕨虽然放在那边是会挡住嘛，对不对？挡住它的动线，会冻掉的。而且它比较不适合这个环境，它需要很明亮的地方。安尼放在遮无适合。无够光啊！这拢真正拢美角的。真的呢。不是讲我介意放这就爱放这，但是阮两个嘛，就是要学看卖迄要安怎维持。等下我带你来去一个客户引导。哦。引导有足侪植物。来，嗨，大家好，你好，这就是欢迎光临。你看老师刀，
有水无？来看树啊！规斤的呢，就是跟我梦想想的同款，就是把规个树篮放在厝的内底。今天这已经不是讲伫咧厝内底种树啊，还是有迄花盆啊，这是规个树篮拢伫咧厝内底。对，把森林移到家里面来。而且我一日来就感受到内底足凉的呢，足好的。啊，不过这安尼是要安怎照顾啊？我看这安尼照顾起来应该是足麻烦的哦。真若有鸟仔飞过去，我拢袂感觉奇怪咧。哇！对，足讲究的吼。系啊。而且啉咖啡、泡咖啡，敢若在室外呢。何老师，我最好奇，你是安怎会想要把你的厝、你的工作室用到安尼吼？因为我觉得植物它不只是美化环境，还可以美化人的身心灵。植物它不只是眼睛看到，更多是心灵感受到。那心灵感受到是你每天看到它，不管是叶子焦黄了，或者是叶子变绿了，春天、夏天、秋天、冬天，四季都不太一样。所以它告诉我的是，我们回到了以前24节气，以前没有那个计时器、时钟的状态，我可以透过它感受到季节的变化。医生讲这是大自然的时钟。奇怪，你这伫室内吼，树仔佫会使生甲遮好是为什么？对啊，你要安怎照顾啊？这就爱问席老板，他当时怎么样子教我的4地4树，适合所在去种这适合的食物。有部分还是需要全日照。不过我们给它用植物灯补强。啊，那参像讲即马，你家树啊是伫咧室内嘛，是不是就变做讲爱去加？爱去修正，对。请席老板来甲我斗相共。对啊，我看这吼花花草草几落百种，想要维护实在是足困难的。稍微修剪一下给你们看看。好啊。这看起来拢足水的，敢有爱修？这长啦，这长小豆树。是发觉足济的啦。这要修是要为倒，是要为这低所在甲割掉吗？以这棵来说，它叶子已经长得就茂密哎，所以讲下开的树叶啊，这边都晒不到，状态比较没有那么好。哦，较无遐好啊。对，所以我们把它一些比较用不到的叶子修剪一下，可以让这棵植株看起来比较清爽，然后也不要增加树木的那个疏水的负担。你今麦莫讲哦，我咧摇吼，今麦你爱加是不是就这个？对，那才巧。因为感觉迄个敢若嘛是有一点仔安尼，敢若唔是讲亲像食安尼其他遮尔健康的感觉。对，我会使加看下。好来，碎哦，手碎哩，这嘛会使嘛对吧？对。对，你看剪完它就规个拢翘起来，变轻啊。对。刚刚也就要稍微站远一点，看一下树的姿态。徛较远的，较会用知影讲这规个安尼看起来是不是搁有倒位需要搁去整的，就对啊。对，左边那边会比较茂密一点，可以稍微再修一点点。倒边摘。若是讲拢无去修，这会安怎？嘛是没安怎啦，它就是会自己代谢。那黄叶、落叶，对，时间到了，就讲落叶归根。一年啊，什么款的天气吼，伊都会变。会变化。好，拿一下。头家你讲这根嘛的位号是倒位啊？是长水梅，有一些叶子已经有一点徒长了。我们稍微把它修剪一下，让它的树形再跑出来一点。对，迄支较悬，迄支敢若嘛爱加吼。所以参像这种的，就是若是种伫咧室内，就适合的啦。对，就好饲的啦。这刚讲爱逐工压水。免吼，头拄我看到遮下骹嘛，足侪这种花卡其实拢足水的吼。莫怪。花卡敢若嘛足重要。对，去花市一般买来，我们就是看到就是这种黑色，或者是大部分看到是红色啦的那种塑胶盆。像这盆，它就是买回来，我们用塑胶盆，然后帮它挑一个好看的盆器，这个叫做陶盆。依照他们家里的就是风格啊，
好，还有色系，我们可以帮他挑选一个适合的盆器。它整棵植栽的那个氛围、气质就不一样了。当然，植物养在室内，我们还是要考虑它的采光，跟空气湿度的，还有空气通不通风。啊，满足以上基本条件之后，我们再来考虑美学的问题。对啊，你看参像咱这个客户何老板嘛，伊在工作室就拢是大树啊，还有迄种细项的嘛有啊，其实嘛有花啊，足侪项的呢。这就是恁讲的层次对不对？对，它可以用大小的植栽、不一样的盆器，然后在他们家里各种老建古物里面，它去互相堆叠，然后把层次质感展现出来。这也就是我们灰草body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要有层次，要有线条，然后还要挑选适当的色系的盆器。上重要的一点就是爱有耐心、爱细心，把它内化成你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头就痛的啦，哎呦喂啊！是听安怎啦？感冒哦？那你行较慢的啦，我即马头咧摸咧烧啦，因为我甲阮某吼，阮结婚啊要1年啊啦，我就想要送伊礼物，想讲送伊花，搁切普通的，嘛袂使讲囥足久的，送伊迄种空手的花吼，我搁惊伊讲我无诚意，会甲我发起啊啦。真的哦？对，我唔知要送啥，我头痛，你帮我想一个啦。我想到啊呢，有一种哦足珍贵的，而且这个物件会用个囥足久的。过来哦，已经你要失团啊！要失团啊？系啊，是哦。因为这是你爱家己做的，有你的温度，搁有你满满的爱，而且这个物件哦独一无二的啦。安尼好，安尼我后世来幸福就交互你的手的。行，对我行。老师，我来啊！老师你好，欢迎。你好。对不？这位艺术家就是我要甲你介绍的，伊是从细汉到大汉，拢在研究这通草艺术的秀美老师。你好，你好，秀美老师。欢迎你但是伟伟你甲我讲要做这通草，要甲变花，到底草伊是花还是草？我真正不管我头就乱呢。这就是通草，就是伊。就是伊。咱就是用伊内底的心，甲伊的皮冲掉，用伊的心，然后甲心留做纸。变纸，用伊的纸来做花。哇，这通草看起来，我敢若定在路顶拢有看过。你若有介意爬山的人，在路边拢会看。莫怪咯，但是这通草这历史敢有足久的嘛？还是伊珍贵的所在在倒位哦？已经在台湾已经有300年了，它真的很珍贵哦。300年？你拢唔捌听？我唔捌听。表示你晓得。拄好想要送阮某吼。一项最重要的礼物，我感觉这会使手工落去做，搁最有意义的。赞，好，老师再麻烦你啊，无问题。拜托，甲阮教一个啦。哦，这样你看起来敢若是真的呢。做了有够像的呢。看倒一个较水。就同款啊。我甲恁讲吼，这个是真的，这个是做的。通草纸做的，这是我第一阮兜的花园版的。我真正目睭花的花呢，就像我看，你有感觉这个较水无？对啊，真的花会谢嘛，这做的花袂谢，永远就是遮水啊。这就是通草。对啦，有的搁较粗，像你看这个吼，这个就是还袂通出来，外口有茶，安尼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甲伊通出来。你看这内底就空的，咱就是用这个落去留做纸。伊是安怎变做安尼哈？迄古早有一种工具的，阮的草刀遮大支，一支刀安尼，慢慢啊写就对啊。对，安尼写，嘿，迄就是留好的纸。哇，嘿，是这哦。对，这就是哇，你无看？我拄食迄手势吼，伊安尼留，就是安尼，留做一张纸。
这有功夫呢。当然啦，你这有看这，刚人咧留菜头啊呢。对，无怪你讲就珍贵的，对啊，足珍贵的啊！你要去看卖？没，好，教我安怎做。好。想讲这糖醋嘛是爱小干捏馅对无？有，但是有色吼，较轻目啦。阿姨，这是啥物色拢会研拟出来吗？对，你要滴啥物色拢会使哩。咱即马吼，咱要用的纸吼，一定爱先给丝毛爱淡淡哦，淡湿湿，是安那？安尼较袂破。爱互吸水者对，对。普通时若是用纸吼，你若是去拄着蛋，应该都就破起。破去啊。诶，伊这是细胞，你冲的水吼，伊较有弹性。那敢若咱捂衫，是毋是爱喷一点仔水？再个用捂到烧起，甲捂落去，盖平。因为咱人有体温，所以呢，咱得用咱的手甲捂起来。来，我要开始啊，这紧张的呢。要开始了哦。安尼，然后搁降落来，一练就好啊，轻啊。好，好。安尼甲，然后安尼随一，甲砍落来就好啊。安尼甲拗过来。冲水安尼，轻啊哦。轻啊，吼。嘿，小可冲水安尼圆，啊无，掠做圆圆安尼。嘿，轻的哦，轻啊哦。伊这是你的掌上明珠哦，你袂使伤大力，伤大力伊就靠你看。我这敢会伤大包。有啊，你要看你的花包一个仔囝。哦。好，安尼用较细。嘿。安尼就大概就好啊。好，好。然后咱拄则是毋是安尼？是。剃线，然后冲一个 V， 好，小小的0.5公分就好了。V， 对 V， 高起来，哇，安尼小可，安尼小可安尼塑形。这真正是祖先的智慧呢，那较早人哪会知影要安怎用？我甲你讲，家己摸出来了。你安尼吼 ，V 你爱甲伊卡内底。该规拢，你已经变做油啊，你毋是 V。味啊较暗的吼。然后甲夹起来。哦。然后你看着剃线，你搁用一点仔甲包起来，互伊无看的剃线。剃线搁藏起来。对，像我安尼甲藏起来。嘿，安尼一圆甲包起来，轻啊。啊，迄形状就敢若一个水滴形、水滴形安尼。OK 了吗？敢若一个水珠安尼。嘿，有一个水珠。然后呢，是三角形上长的，会得向你食，是安尼。安尼。对无？嘿，一直甲更落来。哇，对。更好了哈。然后咱拄轻啊，你一拎就好哦。轻啊，无等就破你看啊。好。你还想讲伊是傲岸的公主？公主啦，阮某就是公主啦。老师，我安尼看起来啊，安怎？你的是扁扁，我的是尖尖。嘿，对呢。吼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迄个角无做出来。哦。嘿。好啊，这花用好啊。你看咱这花安尼 QQ 的就足水的啦，对无？然后呢，咱摕咱这线吼，来枕头啊夹，就一个点就甲安尼冲起来。然后，甲扭起来，伊是弹性线，你爱从你的指甲爱去食，较歪就对。对，你就一个点，唔是安尼，敢若安尼顶下安尼。一个点，迄个线就光在一个点顶悬就好啊。好，光差不多3、4日。3、4日就揪起来，用来甲揪起来。4日，所以嘛免拍角哦，伊就安尼。免啊，伊个是弹性线。哦。你这抽的吼，你就用夹刀夹收的，嘿，伫线遮吼，甲运一寡迄个白膏啊，互伊较焦较稳的。留一寡油啊，安尼连伊甲。你会使搁较短，无你会像变做像大网啦。起头伫遮。运一寡白膏啊，伫线遮吼。搁顶悬。有看到？有哦。老师，你看安尼有成吼？有啊，淡薄仔成哦。嘿啊，咱即马就甲下咧。哇，安尼用可以搭，嘿。
来好，然后咱即马呢要来做花，嘿，啊，做花呢有啥物物件？你甲我讲一下。花的内底有啥？花蕊，这有花蕊，还有这花片嘛，还有这花托。对，咱若已经甲即个花甲分解了嘛，所以咱即马先来做这花蕊。哇，我毋是互你抓，有这这你爱加0.1公分哦，的油啦，啊，阵仔会搁较油，搁较好。然后你爱加2/3就好，你莫全部甲加。 2/3。无拢总加完。哦，都安尼加过去就对啊。嘿啊，哪油是哪好对吧？对。啊，等下较好练，会较成花蕊。其实有看无？我感觉这加这花蕊，我的目睭吼，就要拍干花。嗯，这个功夫真正是足油的。嘿，然后你加好了吼，加好嘿来，即马功夫才要开始，你手小可从头润，润，然后湿，湿安尼练，甲练。诶天衫要之前，迄线是爱拍干，拍就是安尼练。一片一片安尼嘿啊，啊，你几片安尼落去规润，片安尼润就对啊啦。安尼。头前爱尖尖，老师，你安尼看起来，你的头毛安尼足精髓，啊我那会乱七八糟。所以呢，你问的重点，你就是安尼连好抽一个。哦，你连好啊，甲安尼轻轻啊，甲抽起来，轻轻啊哦。轻啊。嘿，你安这样的巧，你看你安一练就会响的咯，真高咧。你对阮上好啊。然后，咱迄花蕊顶管是毋是黄？迄花粉对吧？嗯，然后咱就用这嘛是通彻哦。啊，这嘛通彻。就是咱这白这加落来吼，卡下，然后我就去抓，就去捏色。我看要做什么诶花粉，所以咱今仔是用黄色的嘛，所以我就捏好，加通彻通好搭，然后再甲抹好油，嘿，嘛袂无菜啦，袂啊哦，咱逐项拢用会着啊拢，用得着。干那安尼点一就好啊。哦然后嘿嘿我即马有创着加，然后我就去花粉内底抹抹的，你有看？哦，哦，就是花蕊的。就是啊，有花粉啦对，嘿。嘿，我若是芳，我就走来其食。实我感觉我真若摕出去，有影芳的来。芳的啦，真的呢。叫你骗去。系啊美，术敢若真的。来，咱共款，即个嘛是从差不多0.8公分，嘿，从嘛是从一个 V，搁一支。搁一支搞好，甲小夹夹好按夹的，好，嘿，你的手敢若硬啊，甲夹掉的，压掉的，好压掉啊。嘿，然后爱从加，爱甲变过来，然后其他的所在呢，就用点的吼，爱先用一寡加，系啊，你抹在头前，嘿，啊，刷甲卷起来。对，更起来。所以你用这目睭还真好呢。是啊，我看你目睭咁样拍干啊。我已经斗鸡眼啊，有够油的油啦，要做甲一模一样哦，还有技术。啊，好，好，哇，会有成哦。哦，真厉害呢。哎，欸我感觉咱从完咱就是甲试的吼哦，甲用一改个吼链，接。你花唔是开起来，哦有没有？是敢若开起来，哦，你用一点力安尼，安尼改一。直开起来，然后哦甲擦掉的，敢若水啊，烟火，烟火咧。哇，嘿水哈。对哦。好，来，甲咱即马来做副瓣一蕊3片，一蕊3。爱一瓣迄加落去。老师，参像你这花蕊啊，若是要做甲敢若真诶共款，你平常时啊都会去观察，当然啦，才会花。因为大自然就是咱的老师啊，对不？然后你啊教完吼，甲起煲啊内底，就放伫煲啊内底，共款爱互伊安安尼淡湿淡的湿，对吼。好，然后呢，中心点对着就好啊。中心一定要毋是有一空，对。嘿，中心点对着好啊，毋免一班对一班。嘿嘿免摆真济就对了啦。对，自然安尼藏的。嘿，然后呢，凹。小可凹你头拄安怎凹？无看到。凹，对折。对折，
对折个对折，对折够对折啊。嗯，然后呢，咱就用咱的手，下骹买哦，是干那花瓣外口哦，然后安尼，安尼小可戳戳的，就是你看我遮拢无去甲叮当着，嘿，啊，干那从头安尼有啊，头的所在。尾流有啊，这个花伊是干那尾流有表情，然后甲拍开，好，嘿，豆豆啊哦，袂用想出来的。袂真想出来咯。好会甲拆开，拆开嘿，一蕊一蕊，哇，安尼，哇，安尼哦，嘿，安尼，这这安尼看起来都较活。对啊，你无感觉？吼，就成的对啊，对啊。真成诶。这好做啥物物件？这敢若是迄乐器。迄叫做圆球棒。啊，这主要是要创啥？咱即马就是要来有即个花瓣，找较深色的做内底，摕你手的中，哇！这藏了了，真正变这花迄形，迄形吼，形拢造出来。花会愈来愈开嘛，哈，所以上内底迄缘你爱做较厚的。哦，好，三蕊拢好啊，哈。哦，嘿，好，咱就摕一点仔加哈，好，摕这只，然后好，来，你倒一瓣要做内底，倒一瓣哦，这瓣。好，你就安尼，哇，我感觉这上好耍，是吼甲。插入去。啊，好，就是不要卖超过这花膜，你无安尼甲冲出去，啊轻轻啊，哦来，我这个硬啊，互你，第二按的加，就下伫第一按的后壁，然后你第二按吼，你就甲错位哦，花瓣唔好甲对齐，对齐安尼看呆戆戆，是，嘿，啊第三瓣甲第二瓣共款，来，你看。安怎做就是安怎水，对，因为这原本的材料是好的，就好的物件。你看安尼，这顶管会使放一寡迄种精油袂？会使，然后伊迄个香味吼会维持啊足久的哦，因为伊会吸收空气中的水汽，甲吸落去，规年拢有迄个味。安尼缩起来就使一蕊花安尼。有啊。而且佫用一个花干呐，对，安尼看起来哦，迄感觉都无共款啊，气质都无共吼。啊，放在桌顶啊，哇，最好看。闭上了的那飞送。